錢跑嘅時候，錢避開你，你停落嚟嘅時候，錢卻開始追住你跑。楞嚴經裏面有句話，心能轉物，即同如來。好多人讀過呢句經文，佢收埋咗一個關於財富最大嘅秘密。呢個世上真正富足嘅人，從來唔係追住錢跑嘅人，而係懂得調醒自己頻率，等錢主動流向佢哋嘅人。要同你分享嘅唔係嗰啲教你點樣努力賺錢嘅方法，嗰啲你聽過太多啦。我要話你知嘅係一個被現代人遺忘咗幾百年嘅古老智慧。錢係有靈性嘅，你可能覺得呢聽落好玄，但請你先聽我講完。喺古代嘅佛教寺院裏面，嗰啲真正有修為嘅高僧，佢哋從不為錢財煩惱，甚至從不主動向人募款。寺院嘅香火卻總是最旺嘅，供養亦源源不絕咁嚟呢，唔係偶然，亦唔係運氣，而係佢哋掌握咗一個秘密。佢哋懂得如何與財富嘅能量共振。你而家心裏面有好多問號，咩係財富嘅頻率？點可能唔努力就有錢呢？聽落係咪太不切實際？先唔好急住下結論，會同你講一個真實嘅故事。呢個故事嘅主角就同你我一模一樣，係一個喺都市裏打拼嘅普通人。佢曾經都唔信呢啲嘢，直到有一日，佢嘅人生徹底改變咗。喺佛經裏面，釋迦牟尼佛講過，一切法從心想生，你嘅念頭創造咗你嘅世界，包括你嘅財富狀況。好多人拼命想要賺錢，但內心深處嘅頻率卻喺度推開財富。就好似你遇事緊緊抓住沙，沙流失得愉快，財富都係一樣嘅道理。喺佛學智慧中，從唔係偶然昆贈或投機所得，而係福報嘅顯化能量嘅匹配，心性嘅投射。好多人以為學佛就要體壇金錢遠離財富，呢係最大嘅曲解。佛學唔反對財富，反而教導我哋如何正確看待、獲得、運用財富，讓財富成為滋養生命、成就他人、圓滿自我嘅工具。被財富捆連，被冧忘吞噬。我今日要揭開嘅呢個秘密，改變咗無數人嘅命運。佢唔係咩複雜嘅理論，亦唔需要你花大錢去上咩課程，其實一直喺度。喺佛法嘅智慧裏面，喺宇宙運行嘅規律裏面，只係我哋被現代生活蒙蔽咗雙眼，忘記咗呢個最根本嘅真相。如果你而家正為錢煩惱，總覺得自己再點努力都留唔住錢，如果你想知道嗰啲真正富有嘅人到底掌握咗咩秘密，咁請你一定要將呢段影片睇完。接下來我要講嘅每一句話都可能改變你對財富嘅認知，呢啲甚至改變你嘅成個人生。喺你繼續睇落去之前，請喺評論區寫低財源廣進，心性通透，一個宣誓，一個向宇宙表達你已經準備好改變嘅信號。準備好未？咁我哋就開始啦。有一個人叫阿杰，佢喺一間公司做咗10年教務，應該早就升職加薪。可是佢始終喺原地踏步，唔係佢唔夠努力，事實上佢可能係公司最認真嗰個，每日加班到好夜，假期都喺度跑客戶，錢就係儲唔到，賺幾多花幾多，有時甚至唔夠用。佢常常覺得奇怪，點解有些人睇落冇特別努力，生活卻過得好富足，而佢咁拼命為錢發愁。佢試過各種方法，睇咗無數理財嘅書，參加過好多課程，學咗一大堆投資技巧，可是狀況仲係冇改善。佢開始懷疑係咪命中注定就係勞碌命。嗰年冬天特別凍，阿杰又加班到深夜，走出公司大樓嘅時候，街上已經冇咩人。佢裹緊外套，心裏邊諗住今個月嘅租金仲差少少，信用卡賬單又要嚟，真係唔知點算好。就喺呢個時候，佢見到路邊坐住一個老人，着得好單薄，面前放住一個破碗。老實講，都就快養唔起自己，邊有餘錢施捨人？可是唔知點解，嗰日佢停低咗腳步，也係老人嘅眼神，也係其他原因。佢掏出銀包，
剩低一張1000蚊紙。佢猶豫咗好耐，最後都係將嗰張1000蚊紙放咗入碗裏面。老人抬起頭望住佢，眼神好清澈，完全唔似一般嘅乞討者。後生仔，你啱啱做咗啲咩嗎？老人嘅聲音好溫和，但聽落有一種說不出嘅力量。阿傑愣了一下，我只係俾人少少錢。老人笑咗，唔係，你做嘅唔係俾出，就打開一扇門。阿傑唔係好明老人嘅意思，但佢感覺呢個老人有啲唔一樣。老人示意佢坐低，你為錢煩惱好耐啦。呢句話講中咗阿傑嘅心事，點頭。老人繼續講，你知道點解你越努力錢越留唔住嗎？因為你一直喺度追住錢跑。你有冇諗過，而係問題唔在於你唔夠努力，你嘅頻率唔啱。頻率？阿傑第一次聽到呢個講法。老人話萬物皆有頻率，包括錢。你而家嘅頻率係咩？係恐離，係焦慮，係幾意佛，就好似對錢講滾開。你越想要佢越避你。阿傑想反縱，但佢發現自己確實每日都喺度擔心錢唔夠用，總係覺得唔夠，仲係唔夠，將碗裏面嘅錢都倒晒出嚟，包括阿傑俾嗰1000蚊，全部還翻俾阿傑。我唔需要呢啲，但你需要一個機會。如果你真係想知道錢嘅秘密，好9點到城北嘅觀音寺揾我，記住。如果你嚟，你要準備好放低你以為對嘅所有觀念。講完，老人轉身就走咗，消失喺夜色之中。阿傑企喺原位，手裏面嘅錢，心裏面充滿困惑。呢到底係咩回事？個老人係邊個？佢講嘅頻率又係咩意思？嗰一晚，阿傑幾乎冇瞓過，佢喺度諗間寺廟呢會唔會係一個騙局？可是老人將錢都還翻俾佢，又能呃佢啲咩呢？第二日一早，佢都係決定去睇。而家嘅狀況已經唔可能更差，死馬當活馬醫啦。觀音寺喺山腰上，唔算太遠，但都唔近。阿傑爬咗半個幾鐘頭山路，氣喘吁吁咁到咗寺門口，睇落好古老，但護得好好，有種說唔出嘅寧靜感。佢喺寺裏面揾咗一圈，最後喺大殿後面嘅一個小院子裏面見到咗琴晚嗰個老人。震驚嘅係，老人着住整齊嘅僧袍，正在打坐旁邊有個後生僧人恭敬咁企喺度。見到阿傑嚟咗，老人敲開眼，臉上帶住微笑。你嚟啦，仲係放唔低心裏面嘅疑問。阿傑有啲想架，您係呢度嘅師傅？老人點點頭。呢唔重要，重要嘅係你琴晚願意將最後嗰1000蚊俾出去，你心裏面仲有一線光，就係呢一線光可能改變你嘅命運。老人讓阿傑坐低，開始講起一個故事。喺唐朝嘅時候，有個叫慧能嘅僧人，佢本來係一個目不識丁嘅樵夫。有一日，佢聽到有人洗《金剛經》裏面一句話：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佢當下就開悟咗。後來佢成為咗樓中六祖，影響咗無數人。你知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係咩意思嗎？阿傑搖搖頭。老人繼續講，簡單嚟講就係唔好執着，但亦唔係咩都唔做。你要做該做嘅事，但心唔好黐喺上面。呢個道理用喺錢上面就係你要工作，要賺錢，但你不能讓心俾錢㗎。我先唔執着，錢又點會嚟呢？阿傑仲係唔係好明？呢就係你一直被困住嘅地方。你以為揸得越緊，得到越多，其實恰恰相反。等我問你，你緊緊揸住嘅係咩？係對失去嘅恐懼，係對唔夠嘅焦慮。呢種能量就好似一道牆，將財富都擋喺外面。老人帶阿傑行到院子，指住一棵樹。你睇呢棵樹，佢需要追住陽光跑嗎？拼命揸住空氣嗎？唔需要，佢只要防好根向上生長，陽光自然照到佢，空氣自然流過佢。財富都係一樣嘅道理。當你嘅根防啱咗，頻率調啱咗就嚟。咁點樣調頻率呢？阿傑急切咁問老人話：呢個急唔嚟，我先要讓你明白咩係錯誤嘅頻率。
老人讓阿傑閂埋眼，自己平常對錢嘅態度。阿傑閂埋眼，畫面一幕幕浮現，見到賬單時嘅緊張，使錢時嘅心痛，見到別人有錢時嘅戀慕嫉妒，唔夠用嘅焦慮，感受到未？老人嘅聲音傳來，呢就係基爾佛嘅頻率。你每日都喺度發送呢種頻率，就好似對宇宙講：我唔夠，我缺錢，我好窮，就會回應：好，就讓你繼續唔夠啦。阿傑多開眼，突然有啲明白咗，咁正確嘅頻率係咩？老人話係感恩，係喜悅，係富足，但呢唔係裝出嚟嘅，而係真心感受到嘅。你而家唔可能一下子就感受到，所以我要先幫你清理掉嗰啲堵塞。老人帶阿傑入大殿，等佢跪喺佛像前。你而家咩都唔好諗，悔唔係臉悔做錯咩事，而係臉悔你對錢嗰啲扭曲嘅念頭，每一次嘅貪婪，每一次嘅恐狼相，每一次嘅抱怨，都向宇宙發送咗錯誤嘅訊息。照住做，一開始佢覺得有啲戇居，但慢慢嘅，佢發現自己嘅心開始平靜落嚟。嗰啲平常壓喺心頭嘅重擔，好似輕咗少少。跪咗唔知幾耐，起身，第一步做完啦。接下來我要話你知一個真正嘅秘密。老人帶阿傑到一個靜室，同佢斟咗杯茶。你知道佛教裏面最強調咩嗎？布施。但好多人誤會咗布施嘅意思，以為係要將錢都俾出去，令你變窮。其實唔係，真正嘅布施係一種能量嘅流動。你諗下，水點解唔會臭？因為佢流動。錢都係一樣，佢需要流動。你將錢揸到死實，佢就變成死水。但如果你讓佢流動起嚟，佢就會帶嚟更多嘅流動。老人講得好慢，等阿傑能夠消化。我講個故事你聽。老人挨喺椅背上。喺宋朝嘅時候，有個商人叫王居士，佢好識做生意，賺咗好多錢。但佢有個習慣，每次賺到錢，攞出一部分嚟布施。有人問佢：你已經咁有錢，點解仲要布施？佢話：正因為我會布施，所以我先至有錢。呢個王居士後嚟遇到一個高僧，同佢講咗一個道理：錢就好似能量嘅一種形式。你俾出去嘅時候，如果你心裏面係快樂嘅，係感恩嘅，係富足嘅，咁呢個頻率就會翻到你身上。宇宙會認為你係一個富足嘅人，就會俾你更多富足嘅機會。但如果你俾嘅時候心不甘情不願，或者你係因為恐迷先至俾，咁就冇用，因為你發出嘅仲係基納佛嘅頻率。老人望住阿傑：你琴晚俾我嗰1000蚊，雖然你自己都缺錢，但你心裏面係真心想幫助。嗰個瞬間，你嘅頻率啱咗，懂非懂，咁點點頭。老人繼續講：而家我教你一個方法，由今日開始，每日朝早起身第一件事，唔係睇手機，而係閂埋眼，擁有嘅一切。你有健康吃，你有地方住，你有工作，你能呼吸，你還活着。感受呢啲真心嘅感恩。然後想象你嘅生活已經好富足，有錢，而係諗我已經好富足，感受嗰種感覺，讓嗰種感覺充滿你嘅成個身體，呢個叫做頻率對齊。第二，每日至少做一次布施，一定要係錢，可以係幫助別人，可以係俾人一個微笑，可以係分享一個好消息。重點係你俾嘅時候要快樂，要感覺你係一個富足嘅人。所以你能夠給予，每次使錢嘅時候改變你嘅念頭，唔好諗我又要失去錢，而係諗我喺度讓能量流動，或者我喺度創造更多流動嘅機會。你要感謝錢嚟到你身邊，亦感謝錢離開嘅時候幫你完成咗一啲事情。阿傑覺得呢啲聽落都好簡單，但佢仲係有疑問：師父，咁樣真係會有用嗎？我嘅意思係，仲係要返工，要賺錢㗎。老人笑咗：當然要返工，要賺錢。我唔係叫你咩都唔做，我係要你喺做呢啲事情嘅時候，心嘅狀態唔同咗，帶着忌罰同恐懼喺度做事。而家係帶着富足同信任喺度做事，呢個差別好大。你諗下，
兩個人做同一樣嘅工作，一個人心裏面充滿焦慮，擔心唔夠，另一個人心裏面好平靜，相信一切都會啱啱好。你覺得邊個人會做得更好？邊個人會遇到更多機會？能量唔同，吸引嚟嘅就唔同。有啲明白老人話，你返去試下，持續做1個月。如果1個月後你覺得冇任何改變，你再嚟搵我。但記住，唔好日日期待有咩神奇嘅事發生，就係執着啦。你就係去做，輕鬆咁做，快樂咁做。嗰日落山嘅時候，阿杰嘅心情好複雜，佢唔知道呢啲方法到底有冇用，但佢決定試下，又冇損失。第1個禮拜，阿杰照住老人講嘅去做，每日朝早感恩，感受富足，做布施，但佢冇感覺到有咩唔同。佢嘅工作仲係一樣，狀況都冇改變，佢開始有啲懷疑。但第2個禮拜，有啲細微嘅變化開始發生，佢發現自己冇咁焦慮啦。以前總是係神緊，而家好似輕鬆咗少少。工作上雖然仲係好忙，但佢唔會再好似以前咁覺得壓力大到就嚟窒息。第3個禮拜，一個意外嘅機會嚟咗，公司嚟咗一個新客戶，需要人負責。個機會輪唔到阿杰，但負責嘅同事啱啱請假，主管就將呢個案交咗俾佢。阿杰將呢個案做得好好，客戶好滿意，仲介紹咗其他客戶俾佢。月後阿杰嘅業績明顯提升咗，唔知係錢多咗，更重要嘅係佢發現自己嘅狀態完全唔同咗。佢唔再咁驚失去，唔再咁行緊錢嚟咗佢感恩，佢亦唔會肉赤到死。最神奇嘅係，當佢唔再咁執着嘅時候，錢反而好似受得住咗。阿杰又去咗一趟觀音寺，老人見到佢笑住話氣息好咗好多。阿健興奮咁分享咗呢1個月嘅經歷，老人點點頭，你開始理解咗，但呢次係開始，你仲要繼續深入。我而家要話你知更深嘅道理。表情變得嚴肅少少。你知道點解有些人好有錢，但仲係唔快樂嗎？因為佢哋有咗錢，但頻率仲係錯嘅。佢哋經失去，所以更加緊揸，得更攰。真正嘅富足，唔係銀行裏面有幾多數字，而係你內心嗰種感覺。當你內心真係富足咗，外在嘅財富只係一個自然嘅顯化而已。所以佛法話應富明。你而家做得好好啦，但我要你再進一步開始觀照你嘅每一個念頭。每當你對錢起咗貪疼念、恐懼揸着，你就停落嚟，告訴自己夠富足，唔係壓抑嗰個念頭，而係用更高嘅覺知去睇見佢，然後放低佢修行。唔係喺山上，先叫修行喺生活中。喺你賺錢、使錢嘅每一刻，要練習嘅係喺一切境界中都保持嗰個富足、感恩、喜悅嘅頻率，呢先至係真正嘅調頻。阿杰認真咁聽住，自己揾到咗一個真正嘅寶藏，唔係黃金白銀嘅寶藏，而係智慧嘅寶藏。呢個智慧正喺度一點一點改變佢嘅生命。又過咗幾個月，生活徹底唔同咗，佢升職咗，收入增加咗，但更重要嘅係佢內心嗰種踏實同平靜，係以前從來冇過嘅。佢開始真正明白，錢唔係追翻嚟嘅，係感應翻嚟嘅。當你嘅頻率啱咗，該嚟嘅都會嚟。而家你應該明白咗，阿杰嘅故事其實唔只係一個故事，呢係一個活生生嘅見證，一個被我哋遺忘太久嘅真相。錢真係有靈性嘅，佢會感應你嘅頻率，然後決定靠近你定係遠離你。好多人聽到呢度可能仲係半信半疑，太玄。但我要話你知，呢一啲都唔玄呢，係宇宙最根本嘅運作規律。現代嘅量子物理學已經證實咗，一切物質嘅本質都係能量同震動。你嘅思想、情緒、信念都在發射緊某種頻率，而呢啲頻率就好似磁鐵一樣，吸引住相同頻率嘅事物嚟到你身邊。佛陀喺2500年前就話俾我哋知，花從心常生，
你嘅心念創造咗你嘅世界。如果你嘅心念係飢乏嘅，你就會體驗到飢乏嘅世界。如果你嘅心念係富足嘅，你就會體驗到富足嘅世界。唔係咩神秘主義呢，係法則，就好似地心吸力一樣真實。等我哋更深入咁睇下，到底咩喺度阻礙你同財富嘅連接？第一個障礙，基洛弗意識。咩係基洛弗意識？就係你總覺得唔夠，無論你有幾多錢，你都覺得唔夠。你可能儲咗100萬，但你仲係擔心唔夠退休。你可能月入10萬，但你仲係覺得焦慮。呢種永遠唔夠嘅感覺就係基洛弗意識。呢個意識從邊度嚟？好多時候係由細培養嘅。你嘅父母可能成日講錢好難賺，好窮，唔好亂使錢。呢啲說話不斷重複，就喺你嘅潛意識裏面種下咗幾廿佛嘅種子。大個咗之後，即使你嘅現實狀況改善咗，種子仲係持續影響住你對財富嘅感知。基洛弗意識最大嘅問題就係佢會令你睇唔見你已經擁有嘅嘢。你嘅注意力永遠放喺你冇嘅嘢上面，宇宙就俾你更多冇嘅體驗。呢就係點解越覺得自己窮嘅人越會遇到令佢使錢嘅事，唔係運氣唔好，係頻率吸引嘅。第二個障礙，執着同貪求。有錢冇錯啊，點解呢？都係障礙。想要有錢當然冇錯，但問題在於執着兩個字。執着嘅意思係你緊緊揸住唔放，你驚失去。俾中住咗佛經話，執着係苦嘅根源。點解？因為執着嘅本質係恐懼。你執着錢係因為你驚冇錢，你緊揸錢係因為你驚失去錢。恐懼嘅能量就好似對錢講：如果你離開我，我就完蛋啦。呢係一種好沉重、好敏感嘅頻率。錢感受到呢種頻率，反而會想逃走。你有冇呢種經驗？越係好想要嘅嘢，越係得唔到；越係驚失去嘅嘢，越係留唔住。呢就係執着嘅結果。相反，當你放鬆，告訴自己有最好，冇都冇問題，該嚟嘅反而都嚟咗。唔係魔法，係能量嘅運作。第三個障礙，焦慮同恐懼。現代人嘅生活充滿咗焦慮，擔心工作唔穩定，擔心物價上漲，擔心生病，擔心老咗冇錢養老。啲擔心唔係冇道理，但問題係過度嘅焦慮會將你困住。焦慮嘅頻率係非常低嘅。當你處於焦慮中，你嘅能量場係混亂嘅、收縮嘅。喺呢種狀態下，你做出嘅決策往往都係錯嘅。你會因為恐懼而捉錯機會，會因為焦慮而錯失良緣。更重要嘅係，焦慮嘅頻率吸引嚟嘅係更多令你焦慮嘅事。嘅頻率係咩呢？第一種，感恩嘅頻率。感恩係一種非常高嘅震動頻率。當你真心感恩嘅時候，你嘅心係打開嘅、擴展嘅。你喺度告訴宇宙，睇見咗擁有嘅一切，我好滿足。好多人話我而家咁窮，有咩好感恩㗎？呢就係盲點所在。感恩唔係等你有了先感恩，而係你先感恩你已經有嘅，然後會有更多值得感恩嘅事嚟到你生命中。呢個順序唔可以調轉。感恩仲有一個好重要嘅作用，就係將你嘅焦點從冇轉移到有。你嘅焦點喺邊度，能量就在邊度，顯化就在邊度。如果你總是望住你冇嘅嘢，你就會一直體驗冇。但如果你望住你有嘅嘢，感恩你有嘅嘢，你就會體驗到更多。有第二種嘅頻率。呢度講嘅喜悅唔係嗰種瘋狂嘅興奮，而係一種寧靜嘅、持久嘅內在快樂。呢種快樂唔依賴外在嘅條件，係一種你自己就能夠創造嘅狀態。要明白一件事，快樂唔係擁有到咩先快樂，而係你快樂咗先會擁有。呢又係一個被我哋搞反咗嘅順序。好多人諗，等我有咗錢我就快樂啦，係你快樂咗，錢先會嚟。因為快樂嘅頻率係高頻嘅，佢會吸引高頻嘅事物，包括財富。點樣令自己快樂？唔係去買嘢，唔係去享樂，係短暫嘅。真正嘅快樂係你願意喺當下
揾到值得開心嘅事，可能係一杯好飲嘅茶，可能係一片美麗嘅雲，可能係幫助咗人之後嘅滿足感。簡單嘅快樂先至係最有力量嘅。第三種，信任嘅頻率，呢個最難，但係最重要。咩？信任宇宙會照顧你，信任該嚟嘅都會嚟，係最好嘅安排。好多人做唔到信任，因為佢哋嘅人生經驗話俾佢哋知唔可以信任。佢哋被傷害過，被欺騙過，被失望過，所以佢哋唔敢再信任。唔信任就好似閂咗門，將好嘅嘢都抌喺外面。信任唔係天真，唔係咩都唔做，等天跌落嚟。信任係你做完該做嘅事之後，你放手，擔心結果你知道你已經盡力，剩下嘅就交俾更大嘅力量去安排。呢種放手嘅信任先會讓奇蹟發生。而家你明白咗，唔係咩玄之又玄嘅事，佢就係吵醒你嘅心念，你嘅情緒，你嘅信念。當你嘅內在頻率從匱乏轉向富足，從恐嚇轉向信任，從抓取轉向給予，對準咗財富嘅頻率，呢個時候錢唔需要你追，佢自然會揾到你。理論講咗咁多，而家嚟啲實際嘅，你應該點樣喺日常生活中吵醒頻率？幾個具體可行嘅方法。第一個方法，晨間富足冥想。每日朝早起身之後，唔好即刻落床，亦唔好睇手機，5到10分鐘時間做一個簡單嘅冥想。你可以坐或者瞓低，閂埋眼，先深呼吸幾次，讓自己放鬆落嚟，然後開始喺心裏面感受富足。唔係諗我要有錢，而係感受我已經好富足。想象你嘅生活已經係你理想中嘅樣，你住喺中意嘅地方，做住中意嘅工作，同中意嘅人一齊，有足夠嘅存款。重點唔係想象具體嘅數字或畫面，而係感受嗰種富足、自由、安心嘅感覺。讓呢種感覺充滿你嘅成個身體，留喺呢種感覺中幾分鐘，讓佢真正自透入你嘅身體。呢個練習嘅目的係讓你嘅潛意識記住呢種感覺，然後喺一整日裏面，你嘅潛意識會自動幫你吸引相應嘅事物。做完冥想之後，對住鏡子裏面嘅自己講一句：我是富足的，我值得擁有美好的一切。唔好睇小呢句話，當你真心講出嚟嘅時候，你就係喺度重新編程你嘅信念系統。第二個方法，布施嘅藝術。布施唔一定要俾錢，亦唔一定要俾好多，重點係俾嘅心態。做一次布施，可以係俾路邊嘅流浪貓少少嘢食，可以係幫同事買杯咖啡，可以係幫唔識嘅人開門，可以係俾人一個真誠嘅讚美。係你俾嘅時候要快樂，要感覺你係一個富足嘅人，所以你有能力給予。如果你俾錢嘅時候心在滴血，咁就唔好俾，因為你發出嘅係機械法嘅頻率，可俾少啲，但俾得開心。有個好好嘅方法係準備一個布施基金，每個月固定攞出收入嘅1/10放進呢個基金。呢筆錢專門用嚟布施有需要嘅人，可以請朋友食飯，可以買禮物送人。當你咁樣做嘅時候，你喺度告訴宇宙，我有能力給予，我好富裕。宇宙接收到呢個信息，更多可以給予嘅資源。第三個方法，金錢對話。呢個聽落可能有點奇怪，但確實有效。每次你使錢嘅時候，喺心裏面同錢講嘢，例如你交租又要俾咁多錢，而係話多謝你俾我一個溫暖嘅家。你買餸就話多謝你滋養我嘅身體。你投資就話多謝你幫我創造更多流動。個方法嘅目的係改變你對金錢嘅情緒連接。大部分人對金錢嘅情緒係負面嘅，焦慮、肉赤、唔捨得，每次使錢都好似割肉，會令錢想要離你遠啲。但如果你改變呢個情緒，將使錢變成一件感恩嘅事、快樂嘅事，錢就會鍾意同你一齊。仲有，每次收到錢嘅時候，真心感謝，無論係薪水、獎金、退款、
定係人哋還俾你嘅錢，都要話多謝你嚟到我身邊，我好感恩。咁樣做，你喺度強化一個信念，我值得收到錢，鍾意嚟搵我。第4個方法，能量清理。有時我哋累積咗太多負面嘅能量，呢啲能量會阻礙財富流向我哋。你需要定期清理呢啲能量。簡單嘅方法係寫低你對金錢所有嘅負面想法，例如錢好難賺，我唔配得有錢，有錢人都好貪婪，錢會令人變壞等等。將你能夠諗到嘅都寫落嚟，就係寫出嚟。寫完之後一題一題咁睇，問自己呢係真嘅嗎？然後將每一條都改寫成正面嘅。錢好難賺，改成錢可以以輕鬆嘅方式嚟到我身邊。我唔配得有錢，改成我值得擁有財富同豐盛。寫完之後，將原來嗰張紙撕爛或燒咗，留下新嘅正面信念。另一個清理方法係泡鹽水澡，喺浴缸放溫水，加入海鹽，泡20分鐘。泡嘅時候，想象所有嘅負面能量都被鹽水吸走，流進下水道。方法喺好多文化裏面都有，因為鹽確實有淨化能量嘅作用。如果冇浴缸，你可以用海鹽出身，效果類似。呢啲方法睇落好簡單，但關鍵係持續做，2日見唔到效果就放棄。頻率嘅調整需要時間，就好似你健身唔可能練2日就有6能腹肌俾自己，起碼3個月時間，每日都做呢啲練習，你會發現你嘅內在狀態慢慢改變咗。而當你嘅內在改變咗，外在嘅財富狀況都會跟住改變。仲有一個好重要嘅提醒，唔好執着結果呢係最難嘅一點。你做呢啲就係想改善財務狀況，點可能唔在意結果？但你要明白，越係緊盯住結果，越係得唔到呢。又回到咗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嘅道理。你要做嘅係享受呢個過程本身，享受每日早朝嘅冥想，享受給予嘅快樂，享受同金錢建立新關係嘅感覺。當你真正享受呢個過程，唔再焦急咁等待改變，反而就發生咗呢，好反直覺。但呢就係宇宙運作嘅方式。講到呢度，我希望你明白一件事，我今日分享嘅呢啲唔係要你迷信，咩都唔做，等錢從天跌落嚟。該努力嘅仲係要努力，該返工嘅仲係要返工，該學習嘅仲係要學習。我要你做嘅係喺做呢啲事嘅時候，你嘅心態同頻率。外在嘅行動好重要，但內在嘅頻率更重要。2個人做同一樣嘅工作，內在頻率唔同，結果可能天差地別。帶着技巧佛同焦慮工作，另一個人帶着富足同信任工作，後者會吸引更多嘅機會，亦會做出更好嘅決策。你唔係運氣，你係能量法則，確實係有靈性嘅。呢個靈性唔係話錢有生命，而係話錢作為一種能量，會回應你嘅頻率。你發出咩頻率，就會吸引咩。你發出機而佛，就吸引機而佛；你發出富足，就吸引富足。呢係法則，唔係神話。佛陀講過，外在嘅世界係內在世界嘅投射。你內心係咩樣，你嘅世界就係咩樣。如果你內心充滿恐懼同不安，你嘅世界就會一直俾你恐懼同不安嘅理由。但如果你內心充滿信任同富足，你個世界就會顯化出更多令你信任同富足嘅事物。道理2500年前佛陀就講咗，你係宇宙能量場嘅一部分，你嘅每一個念頭、每一個情緒都喺度影響住整個能量場，亦影響住會流向你嘅事物。如果你真係想要改變你嘅財務狀況，唔好只係努力賺錢，要先調整你嘅頻率。當你嘅頻率啱咗，財富自然會嚟，而且嚟嘅方式可能係你完全諗唔到嘅，可能係一個突然嘅機會，可能係一個貴人嘅出現，可能係一個意外嘅收入。宇宙有1000種方式將財富送到你手上，但前提係你嘅頻率要啱。記住，富足係一種狀態，唔係一個數字。有些人銀行裏面有1000萬，卻活得好貧窮，因為佢哋內心幾而佛。有些人存款唔多，
活得好富足，因為佢哋內心豐盛。真正嘅富有係內心嘅富有。當你內心真係富有咯，外在嘅財富只係一個自然嘅結果而已。而家我想問你一個問題，呢個問題冇標準答案，但我希望你認真諗一諗。如果聽日你就擁有了你想要嘅所有財富，你會係一個咩人？你會做啲咩？你會有咩感覺？諗清楚未？嗰種感覺就係你要培養嘅頻率。唔好等到有咗錢先去做嗰種人，先去有嗰種感覺。而家就開始成為嗰種人，而家就開始培養嗰種感覺。調頻嘅秘密，你先成為，然後你就會擁有。唔係你先擁有，然後先能夠成為順序，唔可以錯。呢條路唔容易，因為你要對抗你所有舊有嘅信念，要改變你常年累積嘅習性。但呢條路值得，因為佢唔只會改變你嘅財務狀況，佢會改變你嘅成個人生。當你掌握咗頻率嘅秘密，你就掌握咗創造嘅力量，創造財富，而係創造你想要嘅任何生活。喺你開始呢個旅程之前，我想送你一句話，呢係我從一位真正嘅修行者那裏聽翻嚟嘅。唔好揾錢，自己。當你揾到自己，錢會嚟揾你。咩係揾到自己？就係揾到嗰個內在富足、平靜、喜悅嘅你，嗰個本嚟就完整、本嚟就豐盛嘅你。你一直喺度，只係被太多嘅恐懼、太多嘅執着、太多嘅妄念改住咗。而家係時候將嗰啲嘢清理走，讓真正嘅你顯現出嚟。當你顯現咗，一切都會唔同。今日嘅分享對你有幫助，請喺評論區寫低你嘅感悟，寫低你準備點樣開始調整你嘅頻率，寫低你嘅承諾。當你寫低嘅時候，你就再向宇宙宣告，準備好改變啦。亦歡迎你分享呢段影片俾有需要嘅人，而係你身邊就有人正為錢煩惱，正需要聽到呢啲你嘅分享，可能就改變咗一個人嘅命運。我想話，財富只係人生嘅一部分，唔係全部。真正重要嘅係你內在嘅成長，係你對生命嘅理解，係你能夠感受到嘅喜悅同平靜。當你擁有到呢啲，只係附帶嘅禮物而已。呢個世界最大嘅富有，唔係有好多人錢，而係你嘅心自由咗，你嘅心滿足咗，你嘅心快樂咗呢，先至係真正嘅富足。而當你真係擁有咗呢種內在嘅富足，外在嘅一切，包括金錢，都會自然而然咁流向你而家開始你嘅旅程啦。記住，你唔係喺度追求啲咩，回到你本來嘅樣，嗰個本來就豐盛、本來就富足嘅你。祝福你，亦祝福每一個睇到呢度嘅人。我哋都值得擁有美好嘅一切，本來就係宇宙嘅一部分，而宇宙係無限豐盛嘅。願你跳到正確嘅頻率，願財富主動揾你，願你活出真正富足嘅人生。